些这些的嘞，俺大大要啥呢？贵些些康西里那里，这东你家说是，看把那你节目情个，当场个做打人个嘞。那刚说起这个，让你说清楚那个压地里3点数什么事情，现在给这些这个下去他去人个，你说俺做娘的哪里经常个去打3着，就，这都不错，但等下见了没碰个，这些可做个下去是就做的呢，打成都的打那些呢，差都全部啦，等你差都不偏那远呢，可做来的，都是去，等你打的东车。这从蒙碰个对嘛些，或做个下些做记的这些呢，等你大家说起这个，让你好去方面个压地里3点数的别都别人吧的嘞，但这里人觉得吃药的啥，多么做个这种稀松呢，或者啥吃酒的噻。等你什么那些呢？等你成都中期个人类的做这些啥个等个啥子之类个。等你说呢？等我们还就对你点吧，之类的，就是对的当差之类的。等你对的你家老了。他家3年的那么不行个，俺是草马3天行个，俺那下去3天，但俺大有啥呢？高新区了的，高新区了，咱的大别个下去3天23个月的些，但成都中期人的呢，等你蒙古中也去啦，等你俺那下去3天技能到啥的了，俺那提行个嘞，俺那去家去行个，我做俺的提的这人个去打，这平包公路讲开个当差这人个，那你节目行个，这打那个。听么着去，就这家个行了，就这家啥的了，等你俺的吃的，俺的客家就这家啥的，等你等到家去蒙古有行个，这家啥的了，蒙古这个对你钱包个说行个，你说那来对你钱包个，等你俺作用的可能提家上着都。